龟山岛，又是它，真有缘。刚好刚刚去那个代理消防局，人很好，我进去跟他讲我受伤了，请问，因为我找不到药局，这附近都没有药局，所以我问他有没有可以帮我消毒一下，他们人很好，说没关系，好，没问题，我请我们小姐来帮你服务一下，她也是那边的工作人员，他们就帮我很用心的一路帮我清洁，弄很久，快半个小时，哦，手很刺痛，送水冲啊、细沙啊什么什么，他还关心我，要回去一定要再打破傷風針，但是我沒有弄好，他盡量幫我清潔而已吧，微微的消毒，但是還是要保險為主。哦，台灣人是人性最美，但是不要談政治，政治就是每人有自己的立場。本來一個很美好的事情，就是會弄到，因為不同立場，意識不一樣，意識形態不一樣，就算家庭、愛人、親人、朋友，什麼都好，都可以翻臉，太不值得。只是政客是有他們的宣傳，跟我們沒關係。他們就是再難聽一點，很多政客，當然不是全部，就是搞政治，就好像做生意一樣。所以很多迷信的信徒就為了他分化抽弄，搞到家人不和、朋友不和、親人不和，是不是很可惜？幹嘛為了這些個，他們有自己的目的吧？當然有些人很真的很有理想性，但大多都是政客。小心哦，我們看戲不要入戲，知道嗎？所以台灣還是那句話，台灣人最美就是人心，真美。台灣有好山好水，更好就是人心。喜歡上這個寶島。OK。